喂，哎，喂，开账单来。哎，咩话？埋单？哦，买单了啊！哎，得，来，4号买单啊！哎，师傅兄，今天不能叫您请客。不，今天一定我做交通的。哎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來，成為31個八計聲。係蘿蔔糕啊嗰度，怎麼？蠔油鮑魚12塊？你話咩聲？我說呀，蠔油鮑魚要12塊，太貴了。你話呢隻鮑魚貴啊嘛？我哋使呢隻係網包嚟噃，計你12蚊唔貴嚟聲。什麼網包不網包的？你別拿我大外行。告訴你，我也開過飯館。咩話？我也開過飯館。哦，原來你都係行家。哎，这位李先生在北方開過大飯館的，哎，是京菜業的權威呀。哦，哎，素養啦。哦，咁你又更熟行添啦。所以啊，你騙了別人，騙不了我。乜騙聲咁唔好聽啊？網包幾多銀一斤，你知㗎啦嘛。當然啦，薄薄的幾片鮑魚。沒有4兩重，係咁上下咋？就算貴，也入不了12塊錢呢。幾傻氣！啲菜嘅價錢係菜牌有定晒嘅，先生。如果你嫌貴嘅，你大早可以唔食啊。咁你而家又食完至嫌貴喎，咁呢度又冇折扣喎，有乜辦法呢？又唔係我監你食嘅。哎，你這個人怎麼這麼講話啊？你這伙計態度太壞，太不客氣了，廣東人就這麼不講話。哎，啊，對唔住啊，唔該你找一張單嚟先。我不跟你講話，找你老闆來。叫你們老闆來。小廢話，找老闆。找你老闆來。哦，洗頭係嘛？對，叫他來。去呀，找你老闆來呀。我就係啦，有咩指教啊？你就是老闆？好啊，失禮。你做老闆，你對客人這麼不客氣？哦，咁要點樣啊，先生？又要價錢平，又要招呼周到，樣樣又要驚動個事老頭嘅，除非你自己開間至得啦。好啊，我就開一間給你看。呢件係新開張嘅喎，衫衫幾靚啊 ！Hello， 啊點解冇乜生意嘅？二位請裏邊坐啊！咩？我說請二位裏邊坐。我啲唔食北方菜嘅，講咁多做咩行啊？哦。喂，咦？乜兩老今日咁晏啊？今日晏啲嘅。嗰邊開咗間新嘢喎。哦，跟京菜館係嘛？見我呢度多2個人客，咪想頂爛市咁啫。係啊，頂你哋唔到嘅，為得你哋關照啫。啊，2位請就有啊，請上傾下。好小子，咱們走着瞧。哎，李老闆，
咱们开张才几天呢，咱们生意还没做开呢。哎，今天中午才卖了3桌，成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我的老主顾还不知道我转到您这儿来，改天我想个办法通知他们一声。我小吴还有这点面子，那瞧你的小活包在我身上，李老板啊！照呢張菜單咁計，要你120蚊一圍咧，真係賺就賺老豆嘅，平東講究噶啦嘛。喂，舊年係100銀一圍啫噃，唔止啩？係100銀。哦，今年又點同啊？今年啲貨價冚唪唥貴晒，你唔係唔知噶啦嘛，係嘛？老友記你放心啦，唔會要多你嘅。而且你哋公司年年開聯歡會，都梗係幫襯我噶咯。咁我今年要計多你噶咯喎，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噶啦。咁啊，係冇計多噶啦。好啦，我呢張菜單翻公司俾佢哋睇下嚇。我其實冇乜問題噶啦，你都揸得主意噶啦，係嘛？咁就係嘅，不過循例都要俾佢哋睇下先啊嘛。係嘛？喂，今年拍多10圍8圍啦啩？20圍。都係20圍。喂，咁我買定嘢噶咯喎。好啦，你預備定嘢啦。好啊，好聲行下。一於係話啦，馬生。好。多謝你先，多謝你先。馬生，哎，小吳，怎么你到这儿来做了？这儿新開張，叫我過來幫幫忙，請里頭坐。吃點心，吃點心，我請客。先生啊，这是我们这儿的李老板。咦？老马，是你呀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请坐，请坐，走。哦，这儿是你开的？哎，小生意，您2位认识啊？老朋友了。你到香港有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10几年了啊！哎，你在哪得意啊？哎，没出息，还是在美亚公司。好了吧，你吃点点心吧。随便吃点。我请客，小笼汤包，好不好？这儿来一个小笼汤包啊！你喝茶。哎，刚才您到南京吃饭？不是，办点公事。什么公事啊？哦，我们公司有个联欢会，每年都是包给南星做的，公司派我去订菜去了。联欢会？哎，是啊。有多少桌？20桌。20桌？他们那边地方小，摆得下吗？哎，那么小地方怎么摆这20桌呢？我看看菜单行不行？看。哎，马上吃小笼包。吃小吃，您吃热吃。广东人做生意，我实在佩服，佩服。怎么了？120块钱一桌的广东菜呀，连爆刺都没有，哎，连烤乳猪也没有啊！用最便宜的材料，卖您最贵的价钱，20桌呀，顶少赚你对本对利。哎，哦，真的？你不信？让小吴开张我们120块钱一桌的给你看看。小吴，开张给马先看看。是。哎，老马啊，趁热乎，凉了不好吃。哦，哎，小吴啊，小吴啊。照着150块钱一桌的菜开，这笔生意就是赔钱，我也得把它抢过来。知道了。再说我们这儿地方大，装潢好，这件事情办体面了，对你脸上也有光。哎，我现在把这张菜单子带回去让他们看看，我想80%有希望。这叫做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拜托。马先啊！灭喜呢？马
乜你識得個外江佬嘅咩？識，舊時我喺北方做生意嗰陣時就識佢㗎。啊！喂，我見佢個部長咁夾硬掹咗你入去，乜你又識㗎？哦，個部長阿吳係嘛？識，舊時佢喺天宮樓做嘅。哦我時時去幫襯天宮樓，梗係識佢啦。喂喂，嗰個阿吳好叻㗎喎。點叻法？佢啊去到邊處做領班咧，啲人客就冚唪唥跟埋佢去幫襯嗰間嘅。咦？嗯，咁本事拉客嘅？係啊。阿敬炳啊，頭先我同你傾過以後為酒咧，得啦你拖住佢先。我點或會者會有啲變化。有咩變化咧？頭先我打電話翻公司咧，佢哋話嫌你嘅地方細咯。我點會嫌我個地方細啊？你年年幫襯開我㗎。係啊，不過佢哋話想今年換個大啲嘅地方。大啲嘅地方。嗯。哦，我睇唔係嫌我地方細，係佢嗰邊地方大啊嘛。哦，咁就唔係嘅。不過有啲人想話換下口味，所以我叫佢哋開咗張菜單咧，拎翻去俾公司揀下嘅。喂，俾佢張菜單我睇下。呢哇，咩嘢話？呢張咁嘅菜單計你102蚊一位？係啊，唔得噶噃嘛，起碼要145蚊至得噶噃。哈，個外江佬真係離晒譜嘅，蝕本生意都肯做嘅。佢話係特別計平我嘅。哦，特別計平俾你嘅。係啊，老友啊。哼，我睇佢有心同我賭蛋啊，故意搶咗我單生意去隻。喂喂喂，阿敬炳啊，咩唔啱你又試下計平啲啊？要我再計平啲？係咯。要減啲得，唔係話唔得嘅，不過我好難呢啲嘢。我跟你話，喂阿媽，喂，哇，電搶喎！要是在我們這兒開聯歡會呢，我可以奉送堂會。哦，奉送堂會，聯歡會嘛，叫一班樂隊來表演一下，那才熱鬧呢。我們請的樂隊呀，都是第一流的樂隊。哦，那好極了，我回去跟公司商量商量。你過來啊！阿馬姐，點啊？係咪呢個價錢可以減多少呢？喂，減咧就好難再減啦。哦，我哋廣東佬做生意嚟，你知㗎啦，一句就一句，老老實實嘅，唔似嗰啲外江佬啊，講到天花龍鳳咧，到時咧就梗俾嗰啲雪藏嘢你食。咁你咪仲賺佢啲嘢？雪藏嘢？使乜講啊？嗱，你哋公司大部分都係廣東人嚟啊嘛，咁咪食翻廣東菜梗合胃口㗎，係咪？人哋嗱，你哋啊年年都幫襯開我嘅，從來都冇話唔滿意㗎。今年你忽然一轉咗北方菜佢哋食，咁你啲同事食過又話唔好咧，就梗怨死你㗎噃嘛？你話係咪？你使乜嘢啊？咪聽我外江佬車天車地，實能幫襯翻我啦！啊，你都講得幾啱噃，即管諗真啊！係嘛？哇！快啲！哇！你們公司裡說英文的人多，一定喜歡歐系的流行歌曲。現在香港的第一流的歌星，我有路子請得到。到了時候啊，我請兩位來參加表演。真的？包在我身上，一定叫您滿意。好，那我回去告訴他們，他們一定歡迎的。好，我等您消息。你個死撈鬆你話你！老闆想罵你啊！你沒得還呀！他罵我什麼？他沒罵你，他罵我。
全给美亚公司开联欢会了，改天请过来小餐，诸位凭赠券啊，白喝啤酒1瓶，各位啊，哎，请进来。全太，咩事啊？唔該你同我北順樓攞張啤酒卡。啤酒卡？係咩啤酒卡啊？幾錢張啊？唔使錢㗎，佢送㗎嚇。我請你飲咖啡嚟啊！喂，攞得就攞到10張8張啊！你快啲去。喂，牛記，星記嚟！喂，北順樓有嗰啲啤酒卡派喎，唔會攞啤酒卡唔使錢㗎。嚟！嗱，我請飲茶嗱，一人一杯，啲嘢擠落我鋪面先。快啲啊，咪執輸得㗎嘛，去啦！喂，冧仔啊，死仔，你！喂，北順樓要送嘢啊！有送嘢？我請你哋飲茶啦，一人一杯。快啲啦！喂，阿鳳啊！喂，北順樓有啤酒送，唔使錢有啤酒飲啊！係咪得？快啲攞張卡啦！嗱，我呢度有呢個酒鬼啊，慳翻我皮啊！我已經同爸爸約定咗，話今晚帶你翻屋企見佢哋2位老人家㗎。阿明，你高唔高興？你爸爸兇唔兇㗎？我爸爸唔惡嘅，不過佢最憎北方人㗎啦。如果你見到佢，你千祈唔好講國語啊！如果唔係啊，我哋呢件事實禍㗎啦。那就不怕。唔通我成日喺電台用廣東話播音，咁你仲唔信任我咩？你放心好了。你嘅廣東話我信得過，不過我提醒下你啫嘛。那麼幾點鐘嚟接我？我而家要去一間酒吧度查一查衞生，大約7點鐘我嚟電台接你。7點鐘我正在播音呢。咁啊，咁不如7點半好嘛？好吧。現在我要回電台去了。哦，咁我哋一齊走啦。拜。埋單。老板，这生意不错吧？看样子今天一定有希望卖个满堂。哎，我这主意不错吧？白喝啤酒啊，顺便就把饭给吃了。这些客人怎么没有叫菜？每人都是1瓶啤酒呢？哦，对，还没到吃饭的时候呢。我看情形有点不對。咋了？喂，啲啤酒都唔好飲嘅，你方唔係啲豆泥貨嚟嘅咩？切，你方你蝕底咩？唔使出錢入1蚊豆啊嘛。入1蚊豆？南邊個肥佬全口俾噶嘛。個個都有喎，冇俾到你咩？冇噃。呵。阿趙太啊，趙太。你哋係咪個個都有1蚊豆㗎？係啊，有啊。冇錯啦，佢俾1蚊過我哋咧，叫我哋個個嚟攞張啤酒卡，仲吩咐我哋坐到夜夜至扯添噃。哦，我哋咧成班伙計就放1日假。你老闆咁啊，唔係㗎咯喎。公仔啊，喂，你係咪又係攞1蚊㗎？係，每人1蚊啊嘛，個個都有㗎啦。唔得，我揸過同我攞㗎。哎呀，
原来这么多人呐，都是南兴那个沈胖子给雇来的。妈，那个广东胖子，净跟我捣蛋，气死我了！老板，沈帮办找你了。什么帮办不帮办？嘘，是卫生局的帮办。帮办，哎，请坐，弄点點心，弄點點心。誒，唔使客氣啦。哎，幫辦貴姓？小姓沈。哦，沈幫辦。我嚟調查一件事嘅。哦，什麼事？琴日係咪一間美亞公司喺呢度開過一個聯歡會宴客？是啊，昨天這兒熱鬧極了，所有的客人都很滿意，都說我這兒菜好。係咩？不過有幾個人喺呢啲樹食完嘢翻嚟之後又屙又嘔噃。啊？佢哋思疑，或者喺你呢度食咗啲唔乾淨嘅嘢。不會，那絕不是在我們這兒吃的。我們這兒由開張到現在呀，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吃壞肚子。哦，咁你間鋪頭開張咗好耐㗎啦咩？開了8天。唔該，你帶我去廚房，我要檢查下。廚房，好，這邊請。請。我們這裡廚房啊，都是新的爐灶、電氣冰箱，都是現代化的衛生設備，碗碟子水都經過消毒，絕對保證清潔。我想睇你啲油。在這邊，請。豬油、醬油、生油。請那邊看看。這是我們的冷藏貨，打開給幫辦看看。是。都是乾淨的。去！怎麼這麼不小心呢？隨便打下去，多不衛生啊！下次記住戴口罩。是。幫辦，請你看看螃蟹。好。都是新鮮的，個個能走。你看，你怎麼不走了？那你也跟我作對。走啊！做蟹粉了。是。爸爸，你去邊嚟啊？正話過隔離嗰間北順樓度檢查嚟啫嘛。係咪有人告佢唔妥當啊？係，有幾個人喺嗰度食咗嘢又屙又嘔喎。喂，係咪真係佢啲嘢唔妥係咪咧？唔係，人哋嗰間北順樓仲乾淨過我哋呢度啊。其實嗰幾個人唔知喺邊度食錯咗嘢係真。我唔係。阿清係一向都係咁脾性，公事公辦嗰頭嘅，有乜佢收？爸爸，咩啊？你今晚幾點鐘翻屋企？就翻噶啦，做咩啫？你唔記得咗啦咩？記得咩啲嘅？你叫我帶我女朋友翻屋企見你噶嘛？啊，係。喂，你個女朋友係邊處人嚟㗎？爸爸，你要涉提呢啲嘢做咩啫？我女朋友求其個人品好咪得咯，使乜理到佢係邊處人啫？咦，你咁講法，你個女朋友唔通係外公女嚟？啊？唔係，我不過覺得我哋唔應該存有呢種偏見啫。
哦，咁唔係就好啦。你爸爸而家最憎嗰啲外江佬咧，俾北順樓個肥佬搶咗我單生意之後咧，一提起外江佬就撞火噶啦。如果你個女朋友係外江女咧，你就唔使帶嚟見我得噶啦。唔係，佢係廣東人嚟嘅。哦，咁咪得啦，咁就使乜？咦？乜夠晒鐘噶啦喂！咩事啊？掛住同你傾偈傾到夠咗鐘都唔知。爸爸，咩事咁緊張啫？王啊，我爸爸做咩咁緊張啊？事頭啊，日日到咗呢個時間咧，就趕住翻聽收音機噶啦。哦，我以為有咩事添。咪係咧，你同我揾一盒未煎過嘅蘿蔔糕嚟啊！未煎過嘅？係咯。好啊。喂，你記得啊，千祈唔好用有鋪頭招牌嗰啲紙盒載，你同我求其揾個白紙盒載就得噶啦，嚇。好。唔該你啊。曼玲。哎，你怎麼那麼早來接我？我還沒上去呢。咁咪啱啦，我成日都想嚟睇你播音。這是什麼？哦，蘿蔔糕。給我吃的。唔係，我陣間先話俾你知啊。李小姐，就快夠鐘咯喎。好，唔該你。就開始㗎啦。首先我答覆你嘅問題，大致就照我哋頭先演習咁啦。我驚講唔出噃。唔好咁緊張就得㗎啦，唔好要呢啲啦，只聲聽到㗎，好唔好？好。各位聽眾，本電台每日半小時嘅快樂家庭信箱節目，而家又先開始啦。首先，我哋係同黃樹棠君研究佢提出嚟嘅問題。咁而家請黃先生你講講你嘅問題啦。好，我今年22歲，得5尺3寸高，總覺得自己唔夠高，所以我成日冇勇氣結識個女朋友。咁你話點樣至有勇氣呢？呢啲係你有咗自卑感嘅結果。首先，你要將呢啲心理拋開先至得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有名嘅英雄拿破崙，佢先至得5尺2寸高，咁你仲高過佢1寸添。而且唔係每一位小姐都盲目崇拜高佬嘅。咁如果個女朋友高過我，好似你咁高，一齊行街咪唔似樣咯？你可以揾翻同你咁上下身材嘅，咁咪得啦。至於你父母因為你冇勇氣去結識女朋友，所以要介紹一位小姐俾你認識，呢啲係一個好合理嘅辦法嚟嘅。你唔可以武斷你父母介紹俾你認識嘅女朋友，就係父母之命。唔好打得咁大聲得唔得啊？你應該要同你父母介紹俾你嘅認識嘅女朋友互相觀察，經過一段長時期嘅彼此仔細了解，睇下對方嘅個性、脾氣、教育程度合唔合得埋，咁先至啱嘅。你應該知道父母年紀比你大，人生經驗比你豐富，應該盡量採取你父母嘅意見，而且你要明白，你父母完全係為你打算，所以你應該聽你父母嘅話。好嘢，好嘢，咁先至得嘅。阿明啊，快啲埋嚟聽下呢個節目啦，人哋講得好有道理㗎。跟住呢，我係答覆宋小林先生嘅嚟信。聽下咧，宋先生，都話講得好你嘅嚟信嚟咧。問，讀書嘅時候應唔應該談戀愛呢？呢個問題以前好多位朋友亦都同我討論過㗎。有啲朋友認為讀書嘅時候談戀愛係唔緊要，我係貝明啊，影響學業添。咩話？
嗰套戲你仲未去睇啊？得到鼓勵今日係最後一天啊！但係有啲朋友呢，已經睇咗，就認為讀書嘅時候，我最中意頭一支歌嘅啫。戀愛係會影響唔係咧，專心嘅。你講嗰支係喺海邊唱嘅，我就認為都話唔係啦。我講嗰支係 OB 叉茶嚟㗎。你唔好咁嘈得唔得？咁喺多餘嘅空閒叫你過嚟聽嘢又唔聽，揸住個電話講到嘰里咕嚕嘈喧巴閉，成日群埋啲飛仔飛女，你方學到好嘢咩？成咩體統啲嘅？好啦好啦，一陣我再打電話俾你啦。好啦，得到你唔嘈，佢就啱啱講到呢度夠鐘啦。你估佢講嗰啲係聖旨嚟咩？又唔准人打電話，又唔准人打字，仲要監人聽。睇下你個女幾刁蠻，睇下幾刁蠻。人哋呢個節目係對你有益㗎，越大就越唔聽教。好啦，咪嘈啦，開飯啦！阿清今日帶個女仔翻嚟見我哋啊嘛。知啦。阿四，開飯啦！哦。嚟啦！快啦！唔使你啊，等我啦。媽，呢個李小姐，我媽媽。伯母，請入嚟坐。爸爸，我爸爸，我妹妹。老伯，沈小姐，隨便坐。阿四，斟茶。請便坐啦，隨便坐啦。阿清話老伯同伯母最中意食蘿蔔糕嘅，所以我特登整咗啲嚟孝敬老伯同伯母嘅。哎呀，乜李小姐咁叻㗎？蘿蔔糕都識蒸啊！整得唔好嘅，使乜唔客氣啊？隨便坐下嚇。哦。嗱，孝敬你嘅喎。哦，蘿蔔糕嚟啊！哎呀，李小姐仲肯入廚整點心，萬二分難得啊！補下我哋阿明啊，雞手雞腳，連樽豉油擠喺廚房邊度都話唔識嘅喎，真係，咁唔係咩？老伯你真係會講笑啦！啊，李小姐你好面善咁噃，啊，好似喺邊處見過你嚟咁嘅咧嚇。係咩？係啊，好似喺邊度見過？喺邊處見過啊？如果又諗唔起咧。阿四啊，擺斟茶啊！哦，呢位李小姐啊。喂，就算你想食啦，等我煎翻熱先食啊！乜用？咩啫？好噃，好味道啊！直頭同我鋪頭一式一樣嘅，李小姐你真好手勢嚇！哎呀，咁李小姐你真叻啦！老伯你過獎啫。爸爸，你都唔知醜嘅，自己話自己鋪頭啲蘿蔔糕好食喎。哦，咩醜啊？家我哋南興酒家嘅蘿蔔糕唔係出晒名㗎，醜啊！你學下李小姐咁叻女至得㗎啦，明睇人家幾本事。係呀，李小姐，你蒸蘿蔔糕蒸得咁好，教下我哋啦。唔得嘅，我亂咁嚟蒸啫嘛。哎呀，蒸得咁好，使乜客氣啊？你一定要叫李小姐教下你點做至得，認真好味道啊！你等阿明學下都好啊。係呀，李小姐啊，入嚟廚房教下我哋啦，嚟啊！媽，李小姐第一次嚟就叫人入廚房點得㗎？怕咩啊？一次生兩次熟㗎嘛，就嚟自己人啦。阿明啊，跟住我嚟啊！嚟，喂，咁快就心痛啦？又想認叻，又想擺小姐架子，點得㗎？明，嚟啦！係啦，李小姐啊，唔好客氣啊！你要請入去廚房，認真教下佢得㗎。老伯，我唔係咧，使咩客氣啫？你認真要教下佢得嘅，阿青啊，陪下李小姐入去啦。嚇，唔該你啊嚇。
我哋請李小姐翻嚟教我哋蒸蘿蔔糕啊！哦，啲蘿蔔喺呢度啦。李小姐啊，啲蘿蔔點樣先啊？吓？先洗乾淨啲蘿蔔先。係噃，阿四啊，阿明，你幫手洗蘿蔔先啦。等我嚟幫手。唔使啦，我哋自己洗得啦。使唔使我幫手啊？你幫手洗蘿蔔啦。唔使啦，佢幫手仲論盡添。使唔使用米粉㗎？咁梗係要啦。哦，媽，屋企冇米粉喎，咁點整啊？有，喺個架嗰度啫嘛，等我嚟攞啦。點樣冇咗啲米粉㗎？如果冇米粉啊，不如第日先整啦嚇。係蘿蔔冇啊，第日啦好嘛？我有㗎，四啊嚇，我攞翻嚟啲米粉咧。哦，我同你等落米缸度啊嘛。嚇。嗱，呢啲咪米粉。媽，你啲米粉有蟲㗎。亂講，正話攞翻嚟邊度有蟲咧？唔係啦，呢又有條蟲仔啦。喂，我哋呢處唔使你呢個衛生局幫辦嚟檢查衛生噃。係啊，唔合衛生一陣間咪日啊！唔使你幫手，走。阿青，點解呢個箱有米粉㗎？係咯。呢啲你咪話喺酒家拎翻去做證據嗰啲咯。我夾住帶翻嚟，唔記得咗添。睇下你幾論盡。阿四啊，快啲掃咗佢啦。哦。唉，真係論盡㗎啦佢啊！喂，呢度唔使你幫手啦，出去啦。哦。去啦，出去陪爸爸等蘿蔔糕入把啦。去啦。李小姐呢種人才難得，又會下廚整點心啊咁啊！你話娶到啲種做新抱，唔使講，賢妻良母。喂，係啦，你見過佢父母未？仲未啊？哦。不過約咗後日去佢屋企坐㗎啦。喂，將來見到人哋兩位老人家咧，你要恭恭敬敬、殷殷勤勤咁啊！一有機會就提出佢個婚事咧，越快越好啊！嚇，爸爸，你好中意李小姐啊？我啊，係咯。中意到極啦！呢個世界你估好易揾到呢種嘅女仔做新抱㗎？尤其是我哋廣東人啊，一定要揾翻李小姐呢種嘅廣東女仔做新抱得㗎。啊？如果佢唔係廣東人，咁你就唔中意佢咯噃？佢唔係廣東人？笑話！如果佢係外國女仔，點會整到咁靚嘅蘿蔔糕出嚟㗎？硬係啊！嗱，喂，唔好食嗰啲凍㗎啦，新鮮嗰啲食得啦。阿四啊，出嚟開台啦！得啦，得啦嘛！嚟啦，試新鮮嘢啦！嚟！係啊，爸爸唔係幾肚餓啫。係唔係肚餓啲試下？人哋一場鑊心機下咧。整好㗎啦，係嘛嚇？嚟，咁耐㗎咧嚇！嚟啊！你辣啊！快啲！趁熱啦，辣椒醬有未？好啦。咁啱㗎！李小姐啊，你請埋嚟啊！嚟啦，請埋。斟茶四，自己人一樣啫嘛！阿四快啲斟茶。趁熱啦，嚟啦！你快嚟！趁熱啦！青啊，揞住啲面做咩啊？食啊！真好，仲好過紙盒嗰啲。熱啊，梗係好食過凍㗎啦嘛。就係。
真好味道啊！唔知大嚿嗰嚿啊，夾嗰嚿，你係曉食嘅啫，揾次要你整俾我食至得。其實好容易嘅啫，第日沈小姐一定整得好過我噶啦。香港人嘅小姐幾好講説話，硬嚟。而家總算過咗一個關啦，我爸爸對你印象都非常之好嘅。總有一天，他知道我不是廣東人的時候，遲下你同爸爸又有感情啦，到嗰個時候，就算佢知道你唔係廣東人都唔緊要啦。你不要再講廣東話了。對不起，老爸。明天那關可不容易過，我父親的成見比你父親的更深。我的國語沒有你的廣東話說得好，也不容易配進去。這是因為你沒有機會練習的關係。哎，這是我們常做的石頭。石頭。石頭。我再也忘不了那天我們坐在這兒看日頭出來。什麼日頭？日頭就是太陽的意思。哦，日頭。廣州人學國語這幾個字老是搞不清楚，日頭、石頭、舌頭。日頭、石頭、舌頭。來，跟着我學。天上的日頭，地下的石頭，嘴裏的舌頭。你個樣好得意嘅啫，還不好好學？天上的日頭，天上的日頭，地下的石頭，地上的石頭，嘴裏的舌頭，嘴裏的舌頭，日頭，日頭，石頭，石頭，舌頭，舌頭，自己說。日頭，石頭，舌頭，日頭，石頭，舌頭。媽，爸爸愛吃龍井還是香片？龍井，你今天怎麼了你？爸爸回來了。媽，今天怎麼那麼早回來？今兒下午沒什麼病人。哎，今天誰買那麼多好吃東西？哎，這是我特為給爸爸買的，你別都吃光了。哎，今天怎麼那麼孝順爸爸？誰像你呀？好吃。媽，你看它嘛。媽，來一個。好了，留點給爸爸嘛。有，拍爸爸馬屁啊，一定有原因。等他回來，我讓他小心。你敢？喂，是的，李醫生在，你等一等啊。幻象，電話。哎。我就来。出针去了吧？什麼事，老闆？唔聲係咪？喂，你過嚟我樹飲下茶得㗎。唔好意思啦嘛，陳老闆。唔係咧，我真係好想請你飲茶，想同你斟下世界。又下冇機會得閒嘅。係啦，我真服你老哥本事。嗱，唔係俾高帽你戴啊，成間北順樓靠你一個人。係啦嘛。唔係，嚟我仲有茶。冇啊，唔好意思。我請啦，唔好意思。我請你啊，嚟，真係要賺啦。先生，爸爸，你家人回來真早。不是你叫我這個時候回來的嗎？爸爸，你真好。你今天真乖，福州到。
茶。哎，曼玲啊，你看今天又多了一片叶子。那太好了，我来替你浇水。哎，谢谢你，我已经浇过了。哦。刚买的时候啊，才8片叶子，现在呢已经16片了，长得真快呀！哎，真快。爸爸，这是您最喜欢吃的臭豆腐。嗯。喂，啊，在呀，请你等一等啊。爸爸，您的电话。是谁打来的？店里打来的。妈，你去换件衣服吧。换衣服干什么？待会儿有人来。什么人呢？怎么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男朋友对不对？真的。他说先别告诉爸爸，他是卫生局的帮办。为什么？卫生局帮办也是正当职业，他恐怕爸爸知道了会特别的敷衍他。他这种态度好极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赶快去换衣服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姐，有位沈先生找你。好，请坐。真岂有此理呀！什么事啊？小屋不干了，让那家广东馆子给挖去了。你是说南星酒家？可不是那广东胖子。上次雇人白白喝了我们的啤酒，这次又挖走了我们的领班，工钱呢加3成，年底加双薪，又白白的送了1层楼给小屋，这还不给他挖了去？送1层楼，好大的派头啊！大什么？那广东胖子比那小气极了，现在成天跟我捣蛋呢。那小屋现在比咱们都阔，住自己的房子，可不是吗？他们广东人真欺负人呐！我们北方人到香港来，吃了多少亏了？爸爸啊！沈经文来了半天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出去呢？什么？曼玲的男朋友等着见你呢。哦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交男朋友可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跟广东人来往。这些广东人呐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谁说他是广东人呢？别发脾气了，快穿衣服出去吧。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妈。老伯，保姆，请坐。这位是沈先生。老伯，你你怎么了你？这位沈先生好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吗？老伯很像我的父亲。哎，身材差不多。不会吧？令尊也跟我一样有300磅。你哪有300磅？299。哦，请坐。
那是这一项瘦了，太操心了，就是给广东人气呀，也气瘦了。嗨，生意难做呀。广东人呐，真不是东西。您贵处？我是广东人。什么？你是？他是山东人。哦，山东老乡啊。府上一直在山东。他从小在香港长大的。怪不得他的口音有点特别。刚才他说山东，我听成广东。我的舌头弯不过来。他说什么？是啊，现在兴这种舌头。请吃糖。日头很热啊。天上的日头很热。可不是，一头汗。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我简直不懂啊！我的国语说的不好，好像嘴里含那个石头。什么？石头？石头。地上的石头。天上的日头，地上的石头，嘴里的舌头。什么石头舌头，一头两头的？这家伙明明是广东人！爸爸，你马上给我滚蛋！爸爸，你这算什么呢？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得了，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呢？不走，我揍你！你先走吧，等我来跟他解释。我会揍你！我会揍你！广东小子啊！好了，你干嘛这么得罪人呢你？我得罪了怎么的？我怕他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谁呀？我怕这个混小子，我白活了。他是卫生局帮办。好，下次他来检查呀，一挑眼，罚你个1800的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该死！你们这些女人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快把他找回来！曼玲啊，曼玲！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呀！胖子血压高，性子急，你们曼玲他们都知我的脾气，都不理我。我國語講得實在唔好嘅，好難怪老伯你會發脾氣嘅。國語講不好有什麼難為情的呢？我來香港這麼多年了，我的廣東話呀，聲壓壯板呐。來，請裏邊坐，請坐。請坐。老伯脾氣真係爽直嘅，我諗同家父一定傾得埋。對了，幾時有空請令尊令堂到舍下來便飯。唔使客氣啊，伯母，不如第日等我請伯母同細伯一齊去飲茶，同家父見下面啦。我請客。將來你跟曼玲成了親，我們就是親家了。要是令尊喜歡曼玲的話，我們也該早一點見個面，順便呢當面把你們的親事呢談一談。係嘅，唔啱就聽日啦，好嘛？好。爸爸，你同阿媽有揾位坐先，我跑嗰架車就嚟。你男朋友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？他去接爸爸妈妈就来的。哎呦，好大的派头，还得叫我们等他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可以多等会儿。妈。
做咩啫？你我個肥佬啊，咪就開北信樓嚟頂我個水樓餸咯。係咩？你看那家伙，就开南京酒家的那个广东汉子。今日出門梗係唔記得擇時辰定，入到嚟餐室就撞啱啲衰神。他說什麼？真討厭，偏偏坐在我們旁邊。那咱們換一張台子吧。憑什麼讓他？偏不？唔啱，我哋會唔會將台擺？咩事啊？咩笑話？乜佢嚟得我唔嚟得嘅咩？咪咁大聲啦！兩位揾啲咩食啊？哦，一陣先啦，我哋仲要等人。哼，小雞狗，想省錢還不如在自己鋪子裡吃個一盅兩件，一個字也不用花。有啲人去視為飲茶食嘢啊，咁咧唔係真係幫襯人噶喎，就係志在去咁拉下客啊，自己揾下生意噶喎。不過咁，如果自己冇生意咁靠視為拉客嘅咧，唔拉得幾多噶，笨。笑，自己生意做得過人，專門用卑鄙的手段跟人搗亂，這種人呢，簡直是混蛋！哎呀，喂，你想話邊個啊？說誰呀？誰混蛋？我說誰？啊，咁你這個係話我嘅啫噃？哎，咪錯，你自己承認你混蛋，那你是混蛋了。啊，你乜都幾夠膽嘅喎，你個衰老鬆！你罵我啊？你罵我先啊？我沒罵你，你自己承認你是混蛋。咁而家你咪衰老鬆啊？你個廣東臭胖子！哎呀，廣東臭肥佬，廣東佬咩咁臭啊？你什麼都臭，臭得過你老鬆廣什麼？食嗰啲臭豆腐，臭腐乳仲臭得過你臭！爸爸，你廣人什麼話啊？你怎麼了？這位是青文的父親。啊？咦？呢個唔係青嘅女朋友？係呀。乜點解會講撈鬆話嘅咧？係咯。啊，仲叫嗰個嘢做爸爸？哦，原來佢係外江女嚟㗎噃。係噃。靠住我都會啊！行開，唔使講，咪好家伙呀！你玩走我的領班啊！又激到我的女兒，你安什麼心啊你？仲好講，你個女啊，無形廣東女嚟呃我爭啲兩個嘢㗎啦！仲話唔係呃，明明係我個女又話我你吵起來了。佢做咩事頭先得㗎？唔知啫，你嚇？喂！哦。你啊，你個衰仔啊，穿埋個衰女包，無形廣東女嚟呃爸爸媽媽係咪？係啦，爸爸，你聽我解釋先啦。唔使解釋㗎啦，我點都唔俾你娶呢個外江女嚟做老婆㗎。你啊，真丟人呐！就好像我們女兒嫁不出去似的。慢點，跟我回去。媽，你看爸爸，先跟我回去再說。你看你生這個女兒，哎呀，真丟臉呐！女兒是我一個人的。阿青，我唔准你企喺隻狐狸精嗰度，行翻過嚟。什麼？你罵我女兒狐狸精？要是買狐狸精，你就別哭了。你勸下爸爸叫佢到屋企啦。佢兩個風頭火勢，點樣勸啊？買你啲外國佬玩到兩樣你我這樣，咪用媽，不如我同你揾馬正倫世伯嚟，我睇勸得掂嘅。係啊，快啲去啦！萬寧啊，我送你翻屋企先啦，好嘛？不如我哋一齊走先啦，好嘛？萬寧，你幫埋你個女驚死冇人要，嗌我個仔嚟娶佢做老婆喎！你啲外江佬都唔知醜。你在做夢？我女兒肯跟你做媳婦啊？唔係啊！你也配呀你？你都唔知道你個女幾唔怕醜，自己送上門嚟見家公家婆喎。頭一次見我面啫，就托下我兩公婆嘅大腳，入廚房整蘿蔔糕我食啦，就唔係嗌我個仔嚟娶佢。
我女儿做萝卜糕给你吃，笑话！我女儿连萝卜怎么切都不知道，你完全是胡说八道。喂！啊，真係有其父必有其女㗎喎。怎樣？嗰個女喺外邊做咗乜嘢家伙，個老豆能夠會唔知嘅？你話啲外江女係咪好人有限？唉，費事講多，嘥氣。请。喂，兄弟们，你不要走！你侮辱我的女兒，我給你評評理。什麼好人有限？喂，什麼意思？係咪想打？打又怎麼樣啊？得，咁唔公道。你哋都揸住我先，我冇準備喎，放低手先啦。好。啲外國佬幾孱咩？我係咁以點啫嘛，成個管住咯喎！好有啦！喂，大佬，咁打爛曬我哋啲嘢，咁你算點㗎？算我啦，大伙一塊算，你別走！會剪啦！你大嚟！喂，咪喐手啊！你唔係手腳㗎嚇，我食過幾年夜粥嚟㗎噃，我曉得三啲阿黃飛鴻嘅散手㗎，點解錯手掂親你咧？你啲骨有得碎啊！走不了！喂，你走不了！細力啲，你走不了！你放手嚟，走不了！真係摸啦，走不了！你走呀，細力啲嘛，細力啲！玻璃杯2隻，2個半；黃中1隻，2個半。咖啡杯。喂，佢我埋嚟，入佢數啫啦。得，佢有錢喺我度，打過啦。怎麼樣？我是以退為進的回馬槍，現在你知道厲害了吧？暗箭傷人，算咩英雄啊？唔算英雄啊！不服帖是不是？那麼再比高下啦！黃飛鴻人馬怕你唔通，接過嚟啊！什麼黃飛鴻、綠飛鴻的？我是太極派，我讓你3招。我看了，这廣東胖子不行啊！不行！廣東胖子不行啊！哎，我個外公佬唔得啊！說話了，我給你賭10塊錢，好不好？咁咪賭啊！講定啊嚇！佢2個人邊一個跌低就邊個輸啦！我先輸的鈔票擺在這，我買。邊個還有更多嘅輸嘅買你呢下就叫黃飛鴻嘅無影腳，腳唔使起，影都冇一陣，咁佢成個跌㗎，你仲頂唔頂得順咧？我都買，你又買幾多？
我錢。千军。你要衰嘢你話嚇，睺我企唔係一掌我埋嚟啊嘛，仲累我輸咗10皮嘢喎，有你冇我。不要紧的。这是何苦的呢？真是。来来来。哥哥。啊，爸爸不要紧的，休息2、3天就没事了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怕清文的父亲伤势一定也不轻。管他呢，累死了，明天一早还要到医院去。哎，哥哥，我现在真为难，爸爸打伤了清文的父亲，那以后你叫我怎么做人呢？那问你男朋友去，别问我啊。哥哥。好了好了，明儿见了啊。哥哥，我求你一件事。明儿再商量吧。我求你去看看清文的父亲。好好好，明天我去。不，现在就去。现在去？这么晚了。我怕多拖一天，他的伤更重，到时候更影响我跟清文的婚事了。谢谢你，马上就去一趟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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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真像等不及要嫁出去。哥哥，我现在写地址给你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哥哥，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叫你来的，你就说马正伦叫你去的。啊，谢谢你。阿馬先生真係唔話得啦，請個醫生嚟睇下你嘅傷喎。哎呀，我嘅傷係使乜點睇啊？醫生，你貴姓名啊？啊，你哪受傷？哦，乜揾個外江佬醫生啊？生雞同鴨講就得啦。等我揾個傳話嚟啊！唉，嗰個阿媽都冇解嘅，一跌損下啫，使乜揾醫生咁緊要？仲揾個外江佬嚟添，真係攞景嘅。誒，其實有咩？阿聽日去街，阿明又未翻，咁點啊？沒有熱度，梗冇啦，跌親下邊有熱度啲嘅。阿黃綠醫生，哎呀，好心唔好咁長氣啦。咁唔係咩？喂，呢啲咁嘅外江醫生嚟，係啊，我都唔係幾信得佢個，唔使佢睇啊，叫佢扯把啦。鬼咁肉酸嘅佢，又做咩啊？又做咩啊？俾叫佢扯啦，唉，打翻佢扯俾錢就算咯。唉，真係算。
幾會扯啊？喂，而家算點啊？唔痛俾你打到痛嘅咧又多，而家喂做咩嘢啫嘅？喂！把你！醫生點啊？他的傷不要緊的，起碼難受。不過這些油膩東西少吃，吃多了會胖，胖了就血壓高，容易中風。哦，唔好食蘿蔔糕啊！係，唔好食咁多，冇益㗎。咩話？馬世伯，呢件事我諗嚟諗去，只有你至可以幫忙嘅啫。嗱，你同我爸爸最傾得埋嘅，同萬玲嘅爸爸又係多年嘅老友，係咯。我知道佢哋誤會係好深嘅，不過只要世伯肯出面調解，佢哋一定會俾面你噶嘛。呢次無論如何都要請世伯勉為其難嘅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同萬玲嘅婚事實絕望噶啦。啊？好，咁真係多謝你。啊，第日我同萬玲嚟府上向世伯當面道謝，係啦。不行，我無論如何不叫曼玲嫁到沈家去做廣東人媳婦。你看他，還是說不明白。我已經勸過他好幾次了。這兩個老頭子有心病，硬要拆散女兒的婚事，像什麼話？哎，師傅，我勸你還是看開一點。這個年頭，你出去打聽打聽，年輕人誰不是婚姻自主啊？他現在徵求你的同意，已經是很尊重你了。再說，他們倆已經有了相當的感情，你這個時候來反對也嫌遲了。難道忍心看你的女兒受這麼大的打擊嗎？馬先生，曼玲已經3天都沒吃飯了，也沒上班，成天的哭，叫我怎麼辦呢？你瞧，你們就這麼一個女兒，你怎麼能不心疼呢？要是曼玲有什麼3長2短的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哎，師傅，就算給我一點面子，這件事……哎呀，好了，你別逼我了，搞得我這幾天呢連飯都吃不下。哎，師傅，那就一言為定了。好，我馬上去約沈敬炳，明天晚上我請吃飯，你們當面談談。好。來，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呢位係李世普先生。咩？佢個名叫離晒譜啊？什麼？李世普？他聽錯了，唔係離晒譜，係李世普。李咩譜啊？李咩？請多指教。李世普係咯，離晒譜。哦，差唔多音啫，唔怪得佢做嘢真係離晒譜。沈生，你真係會講笑了。這位是沈敬炳先生。啊？神經病？他叫神經病啊？不是，是沈敬炳啊？什麼？夾硬話人係神經病都咁死。咪，我都俾翻張你。神經病，神經病。哎，這跟神經病差不多嘛，怪不得他做事情神神經經的來。有咩神神經經啊？有。你們兩位都愛說笑話。來，請坐，坐。你們兩位真是不打不相識啊！哎，我來敬你們一杯，恭喜你們結成兒女親家。請。好了，現在你們談談應該怎麼辦喜事了啊？都唔使點傾噶啦，馬生，我哋廣東佬你知噶啦，娶新抱咧至緊要睇女家頭啲嫁妝嘅啫。真巧。我們北方人嫁女兒，最重要的還是商量一下男家給多少聘禮。哦，乜咁嘅咩？咁我哋廣東人對男家頭聘禮有限嘅啫噃，不過至緊要女家頭嘅嫁妝，規定㗎，唔做得隨隨便便咁㗎。啊，哎，這跟我們北方人呢正好相反。相反？哎，我們對嫁妝有沒有倒無所謂，對聘禮看得非常重要。這跟男女家雙方的體面有關，所以有一定的規矩。哦，那麼有些什麼東西呢？講嚟聽下。
金6银，金钥10足10斤，金锁片至少5两重，金手镯至少8两重。灭亡，师傅。钻石订婚戒指1只，至少4克拉；钻石手表1只，珍珠项链5串，翡翠别针耳环戒指1套，蓝宝石别针耳环戒指1套，红宝石别针耳环戒指1套。哎，师傅啊，现在不比从前的北方了，一切东西可以简单一点嘛。这是我们北方人的规矩啊！喂！如果你啲北方人娶新婦一定要咁多餅禮嘅，有幾多個娶得起㗎？咁我睇你啲北方人多數生嘢仔㗎啦。哎，你罵人！哦，喂，敬炳啊，呢下你唔啱啦噃。咁咩啫？咩唔啱啫啊？邊個叫嗰啲嘢離晒譜嗰啲嘅？硬係有點錯狀元冇改錯名，離晒譜即係離晒譜嘅。這是我們北方人的規矩。我還沒念完了。明啦，得啦。哎呀，男家頭嘅聘禮我明啦，咁啊讀下你北方人女家頭啲嫁妝睇下得啩？嫁妝，我早說過，我們北方人對嫁妝啊，倒是很隨便的。哦，咁就大不相同啦。我哋廣東人對女家頭嘅嫁妝有一定規矩嘅。哦，要是不照你們廣東人的規矩呢？哦。咁你個女就聽一世都俾人睇少都得啦。喂，敬炳啊，而家時代唔同啦，唔好咁認真都得啩嚇。喂，我嘅要求絕對合理個噃嘛，唔係佢啲外江佬咁做嘢離晒譜嘅。你睇幾大張啊！我哋絕對唔大張嘅啦。嗱，先講啲家私先嚇，有木家私成副，酸枝台椅。全套至緊要有啲大鋼廠得噃嚇，繡花絲棉被4張，繡花枕頭4對。嗱，講到房裏頭嗰啲嫁妝啦嚇，咁西式大銅床1張，美式公理調節冷暖機1副，印度尼龍絲幕唔該。咁啊，印度窗簾、新款百葉窗、北京地氈、風景油畫咁啊，仲有啦，上乘化妝品、巴黎各種香水。唔該你鬆手先嚇。鮑魚20箱，燕窩18擔，紅腸20對。敬炳，喂，呢啲瑣碎嘢嚟啫嘛，嗰啲貴重首飾響後邊嚟嘅。敬炳啊，你咁即係有心難為啲女家啫嘛？唔係咩難為女家頭啫？呢啲係規矩嚟啊嘛。4川銀耳70斤。进人了！咩啊？我嫁完女兒還要不要過日子了？師傅，喂，你講句唔掂噶啦。喂，女就梗係蝕本噶噃，老哥，你既係買唔起咁多嫁妝，就冇學人嫁女，留翻蝕做啦。這什麼話呢？你要不願意這麼金子，你乾脆講，你後面兜圈子呢？這個都豈有此理！你吹了，師傅，吹了，師傅，師傅，我說，何必這樣呢？啊！師傅，這是兒女的婚姻大事，不能就這樣隨便的算了。只要大家讓點步，事情不就成了嗎？可不是嘛，我就從來沒看見這種牛脾氣。哎，你那位沈清文呢？把他藏起來了，怎麼到現在我還沒見過？人家心裡煩死了，你還開玩笑？馬先。媽，怎麼了？曼玲的婚事，爸爸不是已經答應了嗎？又為了什麼聘禮呀、嫁妝啦，又鬧翻了。爸爸，這樣不是叫人家笑話我們，好像我們就認着錢。你懂什麼？今天我已經約了清文的父親。特地來約你爸爸，再去跟他談談，可是他不肯去。這次虧了馬先生，讓人家跑了好幾趟。哪裡？爸爸，為了曼玲的終生大事，你就再去談談吧。嗨，我是不去的了，要不你替我去了。對了，讓我們幻香去也一樣。也好。幻香，你就代表你爸爸去一趟。好啊。哎，等，
我先跟你说一说我们坚持的要点，你再去。来。喂，唔該你，沈清文先生喺處嘛？揾阿清文，又係嗰隻外江女喺度嘰哩咕嚕，唔響度。羞耻你，聽見我聲音就掛斷了。奇怪了，李清文的父亲没有来，我们先坐着等他一会儿。馬西伯，管家，那就是沈静炳的女儿。啊。細伯，我爸爸有啲唔舒服，唔嚟得，叫我代表佢喎。係咩？你爸爸咩唔舒服啊？唔緊要啊嘛。唔緊要嘅，係胃痛之嘛，周時都會發嘅。我嚟同你介紹啊，呢位係李先生，這位是沈小姐。沈小姐，李生，家父恰恰有點事不能來，我代表他。我們坐下來談吧。走了，走了。沈小姐，你爸爸叫你代表佢嚟講啲咩嘢呢？哦，我爸爸首先要解決係嗰日提出嘅嫁妝問題喎。哦，這個問題容易解決。哦，沈小姐，你仲有咩條件嘅可以一齊講出嚟啊？啊？都唔使點講噶啦，我諗我爸爸都可以讓步嘅。我爸爸一定也肯讓步的。你們兩位先談談，咁我行先啦，啊？好。兩位要啲咩呢？喝點什麼？隨便啦。橘子水好不好？2杯橘子水。啊。我爸爸話，第日行婚禮要中國儀式，新娘又要着裙褂斟茶喎。我爸爸倒是希望婚禮在教堂舉行，不過這些問題都是很容易解決的。對了，都是很容易解決的。你的國語說得很好。先生，茶市已經過咗啦，而家係餐務時間啦，兩位要啲咩呢？哦，我們在這兒吃晚飯，好嗎？請你把餐單拿來。好。
明。點解咁啊？係咯，點解啊？明啊！明啊！明！明！啊？咩爸爸？唉，你冇咩唔妥啊嘛？冇嘢啊！唉，喂，咁你代表我去講嗰件嘢講成點啊？哦，傾妥晒啦。傾妥啦嘛。嗯。啊，話為使嗰隻刁蠻嘢出馬，梗妥嘅。咦，夠鐘噶咯噃？咦，嗰個節目禮噶咯喎，嚇？而家答覆劉國慶君嘅問題。劉君，我好同情你，響而家咁嘅20世紀時代裏邊，竟然仲有咁嘅頑固父親干涉仔女嘅婚姻，甚至於唔准你同女朋友通電話添。我認為你父親呢種咁嘅行為，不但係野蠻，而且係十分愚蠢嘅。至於你父親因為女家冇辦法攞出一份豐厚嘅嫁妝，就反對你嘅婚事，咁更加仲係荒唐到極點添啦！呢種欺貧縱富嘅行為，點算係同仔最心抱呢？直情當個仔係貨物一樣，等人哋出高價。爸爸，我諗起啦，嗰女人聲好似係佢啦，唔怪得越聽越似鬧我咁啦。係啊，係佢啦。係邊個啊？就係嗰個外江女李萬玲啦，嗰把聲都認唔出。係噃。阿清話佢響電台播音噶噃，唔怪之初初一見面啫，乜得咁面善呢？面口真係熟啦，原來嗰把聲熟唔係面熟。咧你中意噶，你嗰個寶貝新抱啦嚇，居然喺電台鬧我都咁啊！你話成世界唔成？阿清翻嚟我梗要問佢㗎，我梗要問啊！阿明嚇，我都未同你講掂噃。你頭先話同李家傾掂喎，到底傾成點？講我聽。傾妥晒啦。男家咧唔要女家嘅嫁妝，女家咧又唔要男家嘅聘金，咁唔係乜嘢嘅問題都解決晒呢？咩嘢話？叫你做代表咯喎，乜你代成咁唔使嘢啦，唔使嘢啦，嫁妝都唔攞啲，仲成世界啫！唔得，幾大都唔得，呢頭髮成日要吹簫㗎。我諗到個辦法啦，什麼辦法？行翻嚟，你個皮喼去邊度？唔係去邊度啊？阿哥話執行李唔夠皮喼用，同我借一個啫嘛。唔係啊。你阿哥執行李？你阿哥咩事過執行李啊？唔係執行李，佢同我借個皮喼擠書啫嘛。借皮喼嚟裝書？我睇你分明就講大話，快啲講你阿哥咩事過要執起行李嚟？唔知啊。我淨係知道阿哥執行李，唔知佢為咩事啊？唔知你兩個梗係想瞞住我，內有蠱惑啦！快啲講啦喎，到底咩事幹？快講！冇嘢啊！冇嘢？今朝阿哥去銀行提晒現款出嚟。哇！死啦！係仲有咧？咁咪同我借皮喼咯。哦。就借皮喼。冇嘢啊。
咁咪冇嘢啦。冇嘢。咪行！你阿哥咩事幹要提晒啲現款出嚟？快講！佢想同李萬玲私奔啫嘛。哎呀，唔係啊，唔係啊。吓，私奔？哎呀，唔係啊，我講錯咗，冇件咁嘅事。冇咁嘅事。你個衰女嚟話，仲幫埋個哥嚟呃我兩個，係咪？唔係啊！仲話唔係？你唔好怒氣啦，你唔好怒氣咧。唉，真係。阿明好乖嘅，跟阿媽嚟，跟阿媽嚟。你阿哥係咪真係想同佢私奔啫？講俾我知啦，講啦。睇下佢個鬼鼠樣啊，把幾火啊，真係。唔係理佢啫。大女講俾阿媽知啦，嗱，你千祈唔好話係我講嘅噃。得啦，阿媽會噶啦，係咪阿清想同個女仔私奔啫？究竟係唔係嘅啫？講啦！哎呀，死咯！阿清真係想私奔喎，點算啊？點算？呢啲係一日都係你，快啲 L 佢出嚟，等我教訓下佢。哎呀，千祈唔好啊！如果俾阿哥知道係我講嘅，怨死我添啊！係噃，事到如今你發脾氣都冇用㗎。如果叫佢出嚟識穿咗啊，仲弊啊！你諗下。係噃，要諗過辦法先得啊！死啦！如果搞咗事一嚟，淨係俾啲親戚笑就笑大人哋個口啦。一日都係你啊，一日都係你啊！又關我咩事啊？仲話唔係啊？咩？又話要人哋咩嫁妝咩嫁妝？如果搞咗事啊，你話點算啊？你話點算啊？唉，咪嘈啦！而家咪諗緊辦法嘅咩？喊就喊得嚟嘅咩？唉，咪喊啦！喂，沈家吗？啊，我找沈清文。喂，清文啊，我是焕香啊。哎，你等等啊，我看看有人没有，不能让人家听见的。喂，哎，清文，没有人，你说好了啊。我知道，哎，对啊，啊，他们这样想法是不对的嘛。就是嘛，啊，哦，你跟曼玲俩的船票已经买好了，那好极了。那么你们的钱够不够用呢？哦，够2、3个月，这就行了。知道了，晚上8点钟叫曼玲在大门口等你，你接她一块到码头去。哎，好，我告诉她。哎，你放心，没有人听见的。啊，再见啊！师傅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好小子，他要白走我们的女儿，我去报差馆。爸爸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问你呀！你知道沈庆文和曼玲私奔，你不但不告诉我，还帮着他们。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？你刚才打的电话，我跟你爸爸都听见了。糟了，你们全听见了。我去报差馆拉那个小子。哎不，爸爸，这不行，先别生气，我们慢慢想办法。不行，我的差馆，不，我的差馆，不要不行，爸，不要，他说的对，你不能急呀，说出去不好听。曼玲呢？快看住他，别叫他跑了。看着他有什么用啊？你得想个法子呀。这个孩子，要给人家知道怎么得了啊？有位大胖子沈先生找您。好，他来的正好，我正要跟他说话呢。开门，让他进来。哎，慢点。爸爸，现在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，得另外想办法。我有办法，你们先进去，瞧我的。妈，
进来。是。请进来。啊，唔該唔該。李老哥，李老哥啊！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我啊，沈大哥，沈大哥，你估唔到我會嚟咧。請坐。嗰日響菜館搞件咁嘅事，我翻去諗下，都係我唔啱嘅，所以今日向你嚟道歉，請你原諒。哪里，全是我不好，我就想去向您道歉。你太客氣啦！那天呐，都是因為我太太。女人多數係咁噶啦，心胸窄噶嘛。其實我嗰日咁做法，我咪又係因我太太。那我們同命相連啦。係咯。咁其實嫁妝啊、聘金啊，好閒嘅啫，求其係咁以咪算啦嘛，係嘛？對了。到底是沈大哥開通，我也是這個想法。關於理解上的東西，何必斤斤計較呢？什麼斤斤計較？叫人家知道了，好像我們就知道錢事。係咯，好似成日為錢。可是我這個太太呀，我咪又係為着太太要咁做。我倒替你想到一個辦法。咩辦法呢？這次啊。你偏偏不聽你太太的話，我們女家的嫁妝啊，你一點也不要，殺她的威風。呢個辦法好就好啦，不過豈不是助長咗你個太太嘅威風？喂，咁第日你仲更加管佢唔掂噶啦噃。那麼這樣吧。我也不要你的聘金，你看怎麼樣？咁啊，好極啦！李老哥你真夠義氣。沈大哥，你做事情是真漂亮。李老哥啊，咁做法，大家一啲嘢都唔愛，又似乎唔成體統喎。怎麼呢？不如咁咧，大家係咁以盡力而為係啦。對呀，大家盡力而為啊，盡力而為啊嘛。好啦，咁咪呢頭婚事一於咁決定啦。對，我們就這麼決定了。實行揾到你做老襯啦。什麼叫老襯？老襯咪對襯家啦嘛。咁做埋襯家啦，你咪我個老襯啦。我是老襯。姑爺食粒糖蓮子，恭喜我哋姑娘早生貴子。食多啲蘿蔔糕，祝你哋白頭到老。阿嫂啊，你今日咁嘅打扮，應該俾你哋嘅聽眾睇下，等佢哋知道呢個原子時代一樣有咁好嘅新抱啊！你哋話係咪啊？叫我阿嫂講啲戀愛嘅經過嚟聽下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我阿嫂做生兩點同啊，佢喺響電台都講到慣噶啦。你睇下明咧，零舍百厭個人啫。跟老爺奶奶喺度添啊，更加唔講得啦。請坐啦，老爺奶奶。請坐，隨便坐啊。阿嫂啊，我爸爸係你嘅聽眾嚟噶，只要你唔鬧佢，佢就中意聽噶啦。你起身。睇下你個刁蠻女啊！阿明，唔好咁啦，阿嫂隻計都俾你搞到亂咯。等我同你整翻好佢啦。這麼可惡，你還想嫁給我哥哥？你都嫁咗嚟我哋沈家啦，你家嘅事啊，唔到你理啦。等你做新娘的時候，等着瞧，看我怎麼對付你。姑娘，敬茶啦。老爺、奶奶，姑娘敬茶啦。咁
刚才不敬过茶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敬茶呀？呢啲係規矩嚟嘅。哎呀，这简直是折磨我女兒啊！不行，太不公平了。咁點啊？我要新郎，你要給我敬茶。邊有咁規矩咧？咪笑談口咧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不公平了！不，你幹什麼你？我也有半子之靠啊！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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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不公平了啊！別鬧了，不鬧什麼呢？還沒看。娘女兒不得你嚟啦，大堂姐啊，當然不trả臉。都冇咁嘅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師傅，不要這樣。哎，對。當佢代表阿哥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乖乖地，乖乖地。哎呀，都好聽。不敢當，不敢當。埋頭啊！好容易到咱們度蜜月去了，我們也該歇歇了。哎，大家都要休息下得啦，啊！爸爸，爸爸，沈老伯，我們也決定要結婚了。什麼？啊！你俩要結婚？真的？